這中天新聞有一位進前的記者兼主播林信佑呢，今年初因為這間諜案獲起訴，檢方調查發現講，三軍甚至是海巡單位攏有官兵去互滲透。這單位呢也包含着航特指揮部、無人機營等單位。經過設立呢，愛這官兵翕這軍事的機密資料、導航影片來當來換錢。檢方也甲這提供人頭搞做姓陳的查甫人和9名的士官兵，依照國安法和涉別罪加起訴。今年1月，前中天新聞記者兼主播林信佑涉犯國安法受壓禁見，延下到即馬，檢方擴大調查，發現咱陸海空三軍甲海巡署攏士官兵疑似互境外勢力滲透，將9個涉案官兵甲這姓陳查甫人以涉犯國安法等罪起訴，這是國內第一件符合國民法官庭審理的強姦案。檢察官建請法院中當量刑。行賄任職於陸海空軍及海巡署之被告，約定以提供軍事機密換取報酬，透過通訊軟體傳給境外集團成員，借此收取對價。檢方查出，境外勢力為2024年9月開始，透過網絡甲姓陳的查甫人記者提供免費海外旅遊，誘騙姓陳查甫人提供口資，後小定期付3000塊報酬，利用這賬戶來訛洗轉錢。收錢的人由無人機兄等情緒單位，其中陸軍信航中士姓林少校收錢上濟，各官兵攏這無問題，有人已經退伍。軍營裡面照個什麼樣的相，或者在軍中所接觸到的什麼樣的資訊，算機密，長期在和平狀況之下，那所以這種警覺性才會造成說，有些大兵哥或軍人呢，覺得把某些照片交給對岸也沒什麼，有這種心態。學者認為，國軍被利用可能是軍中對機密保護的警覺心上過低，由軍事專家提醒，尤其國軍新成立的單位，可能是重點目標。海馬式多管火箭，還有像 M1A2T 這些新採購武器的單位，都要特別留意，因為這都是被重點來進行滲透的單位。軍事專家指出，滲透手法分做利誘、識誘，甲利用通報網絡、人脈等3種。不管是毋是正式，若拄到想要打探國軍自身的情形，攏會隨時提高警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